在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首都卢布尔雅纳古本宫大门后面，时间从来没有间断。这里收藏着丰富的文物资料，为了斯洛维尼亚的子子孙孙。请相信我，在这座深墙里收藏着个人、城市和民族的故事，收藏了历史文献资料、胶卷、图片、艺术作品。这座大楼和其他4座大楼是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国家档案局。这座美丽的古布尔宫也有一个自己的故事。这座著名的建筑是耶稣会的修士古布尔1773年开始建筑的。它的另一个有名的建筑是卢布尔雅纳运河，在拿破仑时期增添了一部分新的建筑。19世纪下半叶，北部又增添了一座大楼。古布尔宫是斯洛文尼亚美术史上的见证。宫内保留了巴洛克时代的著名画家大型壁画。宫顶的壁画是卢布尔雅纳18世纪巴洛克美术的代表作。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国家档案局自1953年搬迁到布鲁尔宫。档案局收藏了各个机构、个人的资料，涉及政治、法律、经济、教育等方面。通过这些资料，提供给人民以依据，证明人民现在和将来的财产及权利。更重要的是，研究和编写历史的重要依据。剧烈地震之后的卢布尔雅纳反复还在摇晃。6年后，有轨电车就在废墟瓦砾中诞生了。剧烈地震之后的卢布尔雅纳反复还在摇晃。6年后，有轨电车就在废墟瓦砾中诞生了。早在1859年，当时的克兰斯克地区历史协会成立了地区档案馆。这是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最早的档案馆。不过在这之前，也有些机构和个人收藏了档案资料。其中17世纪到19世纪最为有名的是夺了卢布尔雅纳城堡的贵族阿尔贝克。现在的民族博物馆建于1887年，里面收藏了档案材料。南斯拉夫王国的档案处也是博物馆的一部分。档案馆变成独立的机构是1945年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以后才逐渐扩大的，并随着政治制度的变化而变化，就其名称先后就变化了5次。半个世纪前，档案局只有7名专业研究人员，
而现在差不多有80名。1966年制定了第一个档案法，1973年又有了补充，1981年制定了自然保护文物法，和1997年又制定了关于档案材料的管理法律，用法律的程序合并和关闭了部分档案馆，比如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档案馆、新历史研究馆等。在这个有19世纪上半叶描绘的壁画的档案馆的阅览室里，人们来到这儿寻找自己的资料，证明属于他们在战争中损失的财产，或者他们的祖先的土地、房屋、财产、文器等等。档案馆的一个重要的任务是收集、保护、整理材料和提供给相关的个人、单位供参考使用。记载在斯洛文尼亚国内外与斯洛文尼亚人有关的材料，还有公用的徽章、旗帜、国家机构的印章等等。除了电影之外，可以借阅原件在阅览室内阅读，同时也可以外借给专题展览和相关的目的。1991年之前的大部分文献资料，读者可以借阅，而个人的资料则要保存75年之后，或者在人去世10年之后方可借阅使用。国家和军队的机密材料要保护40年。档案馆的阅览室帮助人们根据资料的分类编排寻找所需资料和目录等，也可以用现代的信息设备，比如上网寻找自己的资料。使用档案资料是什么意思？这说明可以阅览、抄写、复印、拍照、发表、展出，不过都必须符合使用档案资料的法律和阅览室的相关规定。当代的斯洛文尼亚档案局收藏有15000米的文件资料，220万份文件。在斯洛文尼亚地区收藏9世纪以后出现的文件，有手抄本、电影胶卷、录像带、磁带等等。这些收藏的历史资料丰富地反映了斯洛文尼亚地区历史概况，包括德国、奥地利国王统治时期的历史资料，还有威尼斯共和国、拿破仑时代的法国统治时期和奥匈帝国以及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时期的历史。最古老和有意思的是7132件在皮革上写的文件，这种加工的皮革是欧洲中世纪最重要的书写文件的材料。最古老的文件是1163年的，它记载了我们的祖先已经融入了西方当时的文化世界。特别珍贵的还有一些修道院收藏的历史文献，最早的是8、9世纪的珍贵的手写材料。
如果没有这些档案资料，我们只能知道最后的切连伯爵乌勒里克二世去西班牙空波斯蒂尔朝圣，带了60个骑士，花费了7000个自己的金币，以及32000个借来的金币，说不定今天用这个钱能够登上月亮。关于切连伯爵的文件资料，档案馆共保存着有738个于1262年至1465年德国皇帝路德维克·巴瓦尔斯基于1341年4月16日分给切连伯爵的红黄色的绳子上的勋章，105毫米长。奥地利公爵路德福第4的珍贵勋章挂在米克勒耶修道院的文件上，是1360年7月18日颁发的。那是当时欧洲最美的勋章之一，因为路德福第4在勋章上增添了新的地位，后来被毁掉，最后就剩下了2枚。手抄本在9至19世纪世纪，这具有重要的意义。从美术史的角度来看，最珍贵的纪念性文件，这里面分别记载了不同的贵族家史及生平和徽章。1689至1801年的100多年的卢贝尔雅纳迪兹梅尔家族的纪念册，是特别突出的斯洛维尼亚巴洛克的文物资料，里面详细地记载了家庭成员的生平。这些家庭成员都是些著名的知识分子。我们收藏着一个重要的部分，是斯洛文尼亚各个档案的城堡资料。除了他们的私人资料以外，也保存着许多当时的政治经济管理和社会历史资料。现在斯洛文尼亚档案局保存着从12到19世纪的70多个城堡的资料。弗勒扬吉吉瓦描绘的18世纪克兰斯基地图，按1比11000的比例描绘的，它也是当时最准确的克兰斯基地图，尺寸为2乘2米。比较有趣的材料包括医生的毕业证书、助产妇证书、大量宝贵的贵族证明书。最多的材料是关于15世纪末政治管理机构和法院方面的材料。玛利亚女皇改革之后，18世纪中出现了许多新的机构和材料。拿破仑统治的这段时间，自1809年到1813年，斯洛维尼亚共和国是法国的一个省徽。其中最大的益处是允许在政府机构、学校使用斯洛维尼亚语。不好的是税务高和增长的犯罪率。1685年，茨里克尼什卡的神父格雷格尔的遗书是到目前为止发现的第一个用斯洛维尼亚语写的遗书。
16世纪以来的财产登记书，还有18世纪、19世纪的地契，证明其土地所有权、大小、质量，而这些又是交税的基础。斯洛文尼亚档案局也保存着19世纪中到1918年维也纳政府机构与斯洛文尼亚地区有关的资料，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转让给斯洛文尼亚档案局。南斯拉夫王国时期，即1918年至1941年，当时斯洛文尼亚的地区的名字为德拉瓦省会。它承载过万千众生，阅尽了世间百态，也使用过各种国际货币，但它始终如一地忠于卢布尔雅纳这座古城。在卢布尔雅纳，市长联盟颁发给著名的政治家安东·克罗什查荣誉市民证书。斯洛文尼亚档案馆保留了欧洲第2次世界大战时期抵抗侵略军方面最为丰富的资料，他们是从德国、意大利占领军手中取得的，还有一部分是从游击队和解放战争地方组织手中得到了。这幅精彩的版画印刷品是尼古拉·皮勒纳特制作的游击队传单，当时在游击队印刷厂印刷的，共印刷了1500份，目前还剩下30份。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原属南斯拉夫人民联邦共和国，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自1919年独立出来。然而，时间是无情的，历尽沧桑的有轨电车渐渐衰老了，终于病入膏肓，而被无轨电车所取代。比较特殊的是，保留了480个著名的斯洛文尼亚政治家、艺术家、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家庭资料。比较特殊的是，在档案局收集的材料之中，也保存着斯洛文尼亚的电影故事、纪录片和漫画电影。自1968年成立了电影收藏部，大约收藏4800部电影。除了这些，也收集电影广告、照片、剧本、制片商的材料和录像磁带。电影收藏部是很专业的机构，为了保存和专业加工电影，介绍电影剧本以及斯洛文尼亚的电影文化遗产。从发明电影到斯洛文尼亚自拍电影只有5年时间。如果按我的意思去做，我会把这批人统统的关起来，每年把他们送到臭氧气城里晒2个月的太阳，每天在那里演吹，吃石棉烤肉。第一部斯洛文尼亚电影是多克特卡雷古鲁斯曼拍摄的卢布尔雅纳风情，现在还在我们档案馆保存着。比较有意思的是，斯洛文尼亚20年代初期的电影，当时著名的摄影家贝斯特成立了自己的影业公司，除了故事片，还拍摄漫画片和木偶片。1925年左右，
斯洛文尼亚著名画家雅克斯也开始拍摄电影。他旅游时每次都携带着摄像机。20年代时期，美杜达·波德亚沃开始拍摄艺术片，他边做导演边拍摄，具有很高超的艺术造诣。30年代为斯洛文尼亚的电影转驰时期，雅克·阿拉乌尼克用了2年的时间拍摄了一部长片《金羊角之国》。天啊，我得赶火车！我收到了你们的广告，我想买些书，以便在假日消遣，因为我的爱人总是给我压力。你们有没有好看的新书？请看我们的展品，我会找到你需要的书的。哇，你们摆出这么多好书啊！有瓦尔贝·日梅尔写的《今日的侧脸，伯爵永不再来》。今天的永不再来？对，这本书绝了。对，这全是为了安格拉。你知道，他现在把烹调书当回忆录看。拿破仑和列宁中间的斯洛文尼亚人，有瓦尔贝·日梅尔写的《今日的侧脸，伯爵永不再来》。今天的永不再来？对，这本书绝了。对，这全是为了安格拉。你知道，他现在把烹调书当回忆录看。拿破仑和列宁中间的斯洛文尼亚人。政委同志，这是你的村子吗？是的，我们俩的村子。不，我们的村子。1925年左右，斯洛文尼亚著名画家雅克斯也开始拍摄电影。他旅游时每次都携带着摄像机。20年代时期，美杜达·波德亚沃开始拍摄艺术片，他边做导演边拍摄，具有很高超的艺术造诣。30年代为斯洛文尼亚的电影转驰时期，雅克·阿拉乌尼克用了2年的时间拍摄了一部长片《金羊角之国》。今天的女人洗衣服用的是最好的洗涤剂，而80年前才开始用肥皂，去普良斯卡肥皂铺去买肥皂。3000多年来，人类感觉把自己的思想、事件、反应和记载下来的需要，在石头上、树皮上、骨头上、陶片上、木头上，然后在紫砂草纸上、皮革纸上。现在除了纸张以外，我们也可以用电影胶卷、数码相机、光纤等现代化的记载方式来收藏这些文化资料。形式越来越多，但是记载的质量却越来越差。对档案专业人员来说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工作人员应该保护所有这些珍贵的文化资料。为了我们的将来，保护文化遗产需要很多的专业技术。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成立了最早的文物资料修复工作室。那时，许多的游击队的材料受到了破坏。在60年代，我们也开始了修复比较古老的档案资料和书籍。自1980年，这个工作室归属为国家档案局。现在这个工作室也是斯洛文尼亚最重要的修复文物的中心，这里具有足够的空间，还有相应的设备，为了修复古典文物，有钢和湿的清洗、钢和湿的漂白、修复皮革纸、印章、书籍，还有艺术原作。
档案材料的破坏有各种各样的，不过好像1000多年，自然灾害大多是相同的：潮湿、发霉。比如1694年，古老的地契有一小部分已经被尘蛀掉，还有些材料与当时的政治气候不太合适，就被毁掉了。也有些是因为战争和政治的原因，很多损失也是人为的，或者对其不够理解和重视。在最后的150年，由于使用酸性的不纯洁的纸张，损坏的速度也快。依靠我们的经验，在最后的几年，我们工作室修复了难度相当大的材料，比如达拉马蒂诺沃圣经，还有15世纪的克兰斯克地区的圣诗。户籍登记册也算很重要的档案材料，而且经常被使用，也容易被损坏，特别是在装订线这部分。也许是纸张质量不好，再加上潮湿，所以我们很重视这个户籍登记册。现在我们都使用副本原件把它保存起来。修复地图、草图、透明纸、素描、大幅尺寸的和易碎的纸，对修复工作者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很奇怪，我们最不能负责的要算是当代的材料了。对中世纪的材料，由于其价值非常重视，而对20世纪的材料却经常忽视。而20世纪的材料却一天比一天少，而我们的后代就没有了可靠的历史依据，就这样度过了一辈子。经过无数的十字路口、无数个车站，最后开到儿童游乐园的角落里安息了。斯洛维尼亚档案馆的安娜女士说，她在做档案工作的时候，感觉到像斯洛维尼亚的某部电影一样，她老是在和时间追赶。你觉得把时间定下来的，你只有存在在档案之中，这样的工作一直无法完结。所以我们今天负责这样的材料和发现这样的材料，明天它是民族文化的遗产一部分。